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来关心姓刘的中国配偶孟庆阿，因为鼓舞武力统一台湾，获内政部特殊移亲的许可，第8点歌已经坐飞机离开台湾。伊伫昨早阁有去内政部申请，讲要维护伊家己的权益。后来呢，伊的态度转变，伫昨暗出现伫机场，伫离开之前，伊嘛阁开记者会，伊讲伊是清清白白离开台湾。咱移民署是回应讲，维护国家的主权是官方的立场，无参详的空间。他们的母亲这样子含冤的离去，我的小孩他们的身上会扛到非常大的压力。讲家己的处境就是囡仔真大压力。6岁姓刘的孟昂爷爷伫25欠款期限内底，带3囡仔甲先生出现伫松山机场，在暗时8点45分的班机离开台湾进前，国明白表示家己的立场。离开台湾毋是行政指控，必然也争取等下台湾参加行政救济程序，要清清白白等下台湾甲亲人团圆。我不是因为自己认为错了而离开。是因为我尊重台湾的法律程序，我希望当我后续做出团聚动作的申请的时候，移民署、内政部能够依法行事，而不是说阻止我。现场抗议民众赴孟昂巴掌甲闽南龙单碧园顶人伫边大花一路好行甲回归祖国讨好，场面几摆混乱。移民署伫爷爷离境了后，佫一摆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无妥协的空间。公然鼓吹武统侵略及消灭我国主权等言论，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限。针对目前掌握的相关个案，移民署会持续依法进行调查。其实政府态度一直拢同款，昨早起爷爷到内政部外口进行要求撤销行政处分，部长刘世芳态度坚定。这个雅雅并不是简单的普通妈妈，这个小孩子留在台湾是获得更好的优待、后代跟福利，还是回去中国大陆？要消灭台湾主权，我们还在讨论个别的生离死别。我觉得这个呢是完全中了所谓的中共的3战。行政长杜正泰强调，在主权安全优先的情形下，任何违法一定用上严的方式处理，无任何妥协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